到底澳門博彩企業嘅非博彩元素收益比博彩元素收益呢個比值提升咗，係咪代表澳門嘅博彩業已經多元化呢？根據2016年4月澳門特區政府公布嘅5年發展規劃嘅文本草案裏邊提到有一個數字，就係目標喺2020年嘅時候，力爭博彩企業裏邊嘅非博彩業元素收益比博彩元素收益佔比達到9%。首先，如果我哋假設非博彩業務嘅收益唔變，而博彩業務嘅收益好似而家咁持續下跌，咁其實可以見到呢個百分比必然會持續上升，9% 相對唔會太過難。咁但係如果假設非博彩元素嘅收益不變，而博彩收益止跌反升，咁呢9%點樣先至達得到呢？好明顯可以見到呢一個比例並唔係代表博彩業多元化咗。我建議可以按另外一啲量化嘅指標去計算或者去觀察澳門嘅博彩業係咪真係多元。可以嘗試以博彩企業喺非博彩業元素同埋博彩業元素裏邊嘅資本投資比例去做一個評比。如果博彩企業佢對於非博彩元素嘅投資更大，即係表示佢對呢個非博彩業務元素嘅重視度更高，相對本身嘅收益應該係會更大嘅。澳門自賭權開放以嚟，其實就好似一架開得好快嘅跑車。所慶幸嘅，我哋個博彩收益並唔係急剎車。通過20幾個月嘅深度調整，正好係俾政府同埋市民適應呢一個新常態，亦都俾政府可以更好咁規劃我哋嚟緊如何令到博彩業務多元化，令到澳門嘅經濟活動多元化。有賴你同我大家去監督。